下來繼續來看台北市一間私立的幼稚園，日前爆發到虐待囡仔案件。民進黨的議員柯淑華再度來指控，講家長喺6月27就已經報案，教育局嘛收到通報，但是一直調查到7月20，交給相關的資料移送台北地檢署，根本就是延遲通報。教育局是來駁回講，行政調查需要時間，甲移送予檢察官指揮調查，袂當濫做伙講。讓嬰兒的哭啼聲成為台北市交響樂。台北市教育局失職，因為台北市一間私立的幼稚園發生真濟件苦毒囡仔案件，民進黨市議員柯淑華佫質疑講，教育局延遲通報。只有6天就完成，你台北市教育局要搞到23天以後才移送到北檢。這是2條不同的線，那我們把它整個整理，還要跟家長做一些比對，因為我們7月17號才開說明會嘛。柯淑華列出時間線，6月27就有家長報案，檢察局嘛通報教育局甲社會局，一直到7月7日，教育局才開出頭一張罰單，內容卻是擴充使用場所，一直到7月20第8家長報案，教育局才將資料送到北檢。柯淑華指控講，總共有9個家長報案，教育局開出罰單186000塊。因過甲苦毒囡仔攏無關係。他所有違規的事情，大家都當沒看到。另外，議員簡書培嘛指出，為2023年開始，民眾透過1999針對集團的定情有13件，因過市政府攏無開單，包含2024年4月，托嬰中心被投訴講將囡仔關佇細間暗的房間底下罰卡，今年2月被指控講違法超收學生甲消防的道路路線有囤雜物，今年4月1日被檢舉對囡仔大細聲，因過教育局以證據不足。拒絕受理，馬上就要開罰了。不是，人家幾月的時候澄清的，5月的時候澄清的。就是我們是看了袋子以後，我們把所有的教育局嘛發出新聞稿，表示講處理監視影像檔案佇3天內初步檢視後，就趕緊針對檔案進行檢視整理甲記錄，並且罰506000塊。議員一日會敢有通報，感覺真遺憾，將移送檢察官指揮調查，甲教育局的行政調查攬做一伙。台北市幼稚園苦毒囡仔案件風波還未煞，通報敢有問題？家長依然在等一個答案。